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真正趣味哦。即摆台语安尼写，即摆华语的现在台语就是即摆。即摆的时代，民主社会自由恋爱。即摆嘛会当讲现主时，也即是现处时，嘛是现在目前的意思。现处时，新冠病毒还咧作乱，出门也是爱挂喙安，喙安就是口罩。啊，即摆会当讲现主时，嘛会当讲打。此时、如今、现在都是打。打害咯，代志大条咯，歹收煞咯。啊，伊真够打，从以前到现在，都是这种的个性，讲袂存车。即摆嘛会当讲即阵，华语当下这个时刻就是即阵。你即阵到底是安怎拍算的咧？今仔日的台语字，即摆实在真趣味。